入去了，真侪台哦，你要爱的红几百台啊拢真侪，几百台。所以讲，我的感觉就是来讲一个在理业。哦，你无感觉讲啊真顺吗？有影呢。嘿，我要来去啊，在理业啊。哦，你业较爽啊呢？嘿，业较爽就对啊，在理业。哦，那按照我的讲法，我应该会讲业红啊机。叶红啊，系啊，因为无唔对，就是有啲叶红啊，就伊内面拢是红啊。对，虽然讲即马有诶叶泡面啦、叶洗衫精，但是上开始上起头红啊，拢是红啊。以早拢是红啊在内底，上以早，所以上以早应该是叶红啊，叶红啊，讲叶红啊开始。对，来这边是红啊为重点。啊，这边无安尼想哦。这边就甲共款，阿萨里就是我在理业，是毋是？对，就是安尼，因仔有无？若去夜市啊，若看到这种鸡蛋有无？啊，母也要客钱咯，讲好10块你也好，起在你业啊。啊，讲的，因为迄到底是什么物件，其实无正确的答案嘛。啊，大家拢一直讲在你业，最后我应该就是在你业。早开始的时候，拢是叶红啊较济啦。啊，当然即马我捌听讲有一段时间有人叶迄个凉鞋。有啊。哦，所以愈来愈叶的物件愈来愈济啦。啊，不过咱这边调查的结果吼，叶红啊机吼有80%的人选。哦。啊，产的在你业的吼，差不多才20%尔。